歡迎嚟到流浮山下白泥，呢度有座古老碉堡。下白泥碉堡好有歷史，建於1910年左右，與孫中山革命有關聯。孫中山追隨者李紀堂先設青山農場駐軍械。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後，鄧蔭南建呢座碉堡，補充青山農場不足，作革命黨人藏身處。碉堡方形青磚建成，樓高2層有閣樓，外牆設多個窗孔，防禦同監視用途。錐形窗口視野廣闊，俯瞰後海灣深圳，監視清廷一舉一動。香港唯一辛亥革命遺跡，見證革命重要歷史。感謝承辦商選日豐，作為外牆保育嘅金屬棚供應商。